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咱即马便若讲到五洲派，就想到苏彦文。实在讲，苏彦文这个角色原底正就是黄海岱。五洲派布袋戏开启的元祖，伊对小说《野草博言》内底处出来。《野草博言》这部小说，本地男主角小生叫做文素臣，就是黄海岱伊甲改名。叫做苏彦文，是啦，观众朋友你着听好哦。当时伫黄海岱改编的时阵，男主角是叫做苏彦文。你来去看黄海岱过去所录的，人迄个细仙翁仔野草博言、分州大路劫的剧情，伊所讲的口碑，犹原伊一生所讲拢是苏彦文这个音调正确。总是布袋戏对小说内底改编故事，内底包含的。东南派、正西北派，就是咱所讲的正邪的对立，拢是包含儒、道、释这三种民间流传久年的宗教。毋只会讲伫咧中部原来真出名，另外一派捌得到新团奖的方清奇先生，伊所领导的金鼓机关布袋戏团派下，原来布袋戏戏评连队，就写顶对下对两句，一句叫做春秋不灭空夫子。下句叫做万古相存李老君，这就是国情讲的。传统的布袋戏内底是包含儒道释。孔夫子写春秋，春秋不灭，这就是儒教；万古相存李老君，正就是道教。对古早历史改编，尤其小说内底戏文处出来，黄俊良毋那苏彦文尔，伊还佫另外一部足出名，就是伊的三国戏，原来真互人学咯。第一，伊若咧演关公、武圣。挂印黄金这个过程，黄俊良伊所讲的口碑，甲人完全无共款，都是用关分长、关羽迄落正会面，将声音压互低声，来吟《三国演义》内底一对四句的诗，或者关分长的出场诗。第一句，伊讲挂印黄金是汉相，孙兴遥望远道还，马骑赤兔行千里。独饮青龙出五关，实在这四句诗已经表现出关羽、关分长顶半世人伊的作务。因为周朝对于上买金、落买银，伊不为所动，伊挂印黄金，完全来识别汉朝的形象。周朝干那要找伊兄哥，骑赤兔马行千里，举青龙偃月刀，经过五关斩六将。当然啦，过去虽然布袋戏东南对西北正邪的对立。毋过，即卖布袋戏原来无相共咯。你像黄俊良，虽然伊有创造苏彦文，头拄咱听着讲黄俊良国情所讲的，伊咧念苏彦文的出场诗，就是金舍迄诗无限恨，宿恨夜未枉道路。你讲苏彦文回想过去，太人无奈，手笔画实在是种种环境所逼的过程。毋过黄俊良伊也创造出另外一个大家拢真知影的戏文内底吼。上互人有印象的，就是萧条啊。所以黄俊良创造出默片的真假仙，伊的四句联都无像讲小生也是小段，正的甲邪的黑白分甲遮明哦。真假仙出场的四句联，黄俊良为一篇安怎样？一篇讲众生芸芸难貌相，海水滔滔难斗量，平凡不是平凡客，世情必态相压中。是啦，现播台湾的布袋戏。早就已经脱开乌甲白互相对比迄种的剧情。你看真假仙，世情必态相压中，无论讲乌，无论讲白，人伊普道，原来有普道的路伫咧行。